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即卖确诊的病例，有7例本土的病例找无感染源，其中3月28确诊的第268例，一开始医生认为是一般的感冒，前后拖1个月才来确诊。即卖就医师来建议，应该甲急诊住院的肺炎的个案全部甲体检过。副总统陈建仁是认为，会当考虑针对社区高风险的族群来做体检，他确认社区是毋是有传染的状况。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确诊人数不断增加，嘛出现愈来愈多无接触史甲旅游史的本土案例，有医师建议应该要扩大体检。临床上，我们常常有很多不知道原因、不知道病因，但是治疗好了的肺炎，我们就会先让他回家。所以它就变成回去造成一个社区的一个可能的传播，甚至接触到几百人，也害怕会不会造成医护的感染。像个案268，在2月28发病了后1个月内，周医6处拢诊断是一般感冒，1个月了后3月28才确诊，拖1个月。指挥中心讲，是因为268例有慢性病甲长期呼吸道疾病，才会影响诊断。副总统陈建仁建议，应该针对密切接触者佮高风险族群扩大体检就好。不过，台湾的医疗能量敢唔够？大概每天多筛检的案例可能会多出200-300件，但是目前我们的筛检量能可以到3-4千，并不会对我们的筛检的量能造成多大的影响。专家表示讲，虽然扩大体检，医疗人员会比较较辛苦，但是安尼嘛当降低医护人员被感染的风险。指挥中心强调，即马也未全面体检，病医会当提高警觉，无确定排队个案就采检，避免误判。